续来看，这个市面上有咧卖一种的头盔，会当来调整到婴仔的头型。但是台中一个4个月大的小宝宝，戴这种头盔3礼拜后，后头壳啊、颔棍啊、甲耳仔的后壁，拢来生肥啊。医生讲，这个新生儿流汗的功能也无介好，戴这种的头盔无理想。这个汗腺会脱掉咧，会来生肥啊，甚至皮肤会发炎。 4个月大红婴仔后头壳、耳仔甲颔棍啊，拢是热疹。因老母想袂到讲，原因是这顶28000块的头盔。他那个头都会睡偏一边，所以他后面其实他的头就有点又扁，然后又偏。因为伊伤过着急，和这个囡仔一天平均滴超过15点钟。来看这个头盔，敢若顶面开一孔尔，其他拢密密。这个滴起来袂舒适，安全帽同款真翕热。 医生讲，这个红婴的排汗功能也无健全，若是讲长期翕掉咧，至少讲汗腺脱掉咧，唔来引起热疹，佫会引起细菌的感染。热疹它就是皮肤上有小颗的小水泡，水泡破了都是一个细菌的进入的开口。所以说，如果它发炎的位置在皮肤更深层的地方，血流丰富的地方，细菌可能就沿着血流进去到体内，那引起全身的细菌感染，就会变成败血症。 医生建议讲，囡仔头壳型若歪，第一时间爱先检查，敢会影响到脑部的发展。若是单纯只是想要互囡仔有较水的头型，嘛爱先问过医生。戴头盔方式嘛唔通戴伤久，避免造成皮肤病，也是影响头壳的发育。